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芒向編輯部節目時間，有我嚟自澳洲嘅曾必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亦都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大馬 Sir。各位芒友好。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哋三個頻道芒向正向晒冷氣，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你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好啦，今節咧就講講啊，咁其實咧而家咧中國啊正式超越美國，成為新加坡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嘅最大來源地喎。咁呢個都好正常嘅，因為國內咧亦都係唔少企業出海啦。咁國內嘅增速咧係放緩嘅，呢個中央政府都承認。咁企業咧亦都可以利用新加坡咁規避某啲係叫做審查啦嚇。咁並且咧亦都係可以為佢海外擴張作為一個係重心點嘅，即係作為一個基點啊。咁有人就問咯，咁係咪連大陸都放棄香港啊？咁梗係唔係啦。個錢數咧其實咧都係有差距嘅啊。嗯，其實咧喺香港投資嘅錢數咧，大概咁就係有900，即係年投資流入額咧嚟自中國大陸嘅，咁去香港咧大概咧就900到1000億美金。咁新加坡咧其實即係全部咧計埋係固定同埋非固定資產咧，都係得咧150到200億美金啫，所以個數咧就唔係嘅，差好遠下嘅。咁但係點解揾新加坡？因為其實佢咧，因為佢有個佢特殊性亦都有佢嘅叫做咧係需要係投資嘅吸引力咯。咁中國公司舊年大幅增加對你哋鄰國新加坡嘅投資，咁企業紛紛將呢個城市國家作為一個推進全球版圖嘅基點啊。咁 TikTok 都係啦。咁國內中國咧亦都係而家經濟當然同幾年前相比咧係冇以前增速咁快，咁都係諗其他路咯。咁逼使唔少嘅中國公司咪將目光轉向海外啦。咁佢哋喺新加坡設立國際嘅總部啦，亦都係利用佢作為全球金融樞紐嘅地位，減輕地緣政治嘅風險同埋危機，好正常啫。咁越嚟越多企業亦都係大家知道啦，因為西方對佢制裁，咁擺去新加坡咧，其實就亦都係令到某啲制裁係冇咗嘅。咁呢個現象咧，近年嚟變得好普遍嘅。咁當然啦，西方就用個好衰格嘅詞，就話新加坡式洗白啦。喂，其實就講真啦，有啲嘢咧，我相信其實西方咧都係隻需要嘅。話隻，係啦，係你有個出氣口，我都需要個出氣口。其實我係聽到有啲人就話，喂，你有冇諗過，其實大家有啲係默契嚟嘅，係係嘛？等於有啲人都話新加坡都有，即係未有咁多大陸投資支持，其實亦都有人話新加坡亦都有啲辦法洗下嘢嘅，係嘛？白色嘅手套啊，話佢係啊，或者有啲辦法洗下嘢嘅，洗咩？大家自己諗，係嘛？咁講真，金融城市你話有冇機會洗嘢啊？洗乜洗物嗰啲？你自己諗。出奇啊！係啊，係你自己諗啦。其實點解佢可以成為咁樣啊？咁有啲亦都係可能係個避稅天堂都唔出奇，有啲就使乜使物啦嚇。咁呢個世界咧都係咁嘅嚇。睇唔到唔代表唔存在，係嘛？咁根據新加坡官方數據就係經濟發展局最新公佈數據，中國大陸喺新加坡2025年業務總開支當中佔比略高於一半，高過1年前嘅15%嘅。咁好多中國企業咧就尋求拓展國際市場，應對佢哋喺國內增長就係咧，因為國內增長其實而家咧個速度咧都冇以前咁快嘅。咁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啦。原來呢個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嘅係主席叫方章文，咁咧亦都係表示，而家喺新加坡咧擴大版圖嘅中國企業咧嚟自各行各業嘅，咁舊年中國亦都取代，即係2025年咧，亦都取代美國成為新加坡固定資產投資嘅最大來源地，咁佔係承諾投資額嘅大概20.6%啦。咁美國係17.3%啦嚇。咁2024年咧，美國居然係哇，差好遠喎。2025年咧就20.6%，美國17.3%，但係前一年咧，美國居然係55.5%，咁中國得2.5%啫喎。哇！呢個差好遠下喎，美國縮得好交關喎。咁近年嚟最出名嘅公司梗係年年都擔心被美國制裁嘅 TikTok 啦。
咁近年嚟最出名嘅就係 TikTok 啊嘅母公司字節跳動，原來啊佢新加坡都請咗幾千人㗎啦。仲有就係製藥明企啊，呢個呢就係幾出名嘅，就係呢個製藥集團藥明生物，我哋都介紹過呢間公司。咁佢哋而家呢就係建設一個投資14億美金嘅研發中心。咁原來呢總部位於深圳嘅海油創新，話佢個名呢都幾過癮，佢個名就叫 Hai 啊，HAI 鞋因為鞋油啊嘛 Hai。唔係嗰個啊，唔係講粗口，唔係嗰啲咩唱歌嗰啲啊，呢排馬來西亞有首賀年歌都幾搞笑下㗎。哎呀，呢個 Hai Robotics 咧就喺新加坡都有投資嘅，好大添個額。咁上個月中國嘅動物飼料及養殖企業啊，就係海大集團，佢就 Hide 唔係 Hide 佢係 Hide 咁亦都喺新加坡啟動咗一項研發嘅設施。不過咧，雖然新加坡喺為中國公司提供咗喺大陸之外發展機會，但係一啲公司咧發現難以咧擺脫係一啲叫做喂呢個好正常話難以擺脫喺中國嘅影響力嘅，咁係㗎。喂，你中國企業你點有可能擺脫到啊？嗱，咁原來咧佢哋就話2年將總部同埋核心嘅管理層遷往新加坡嘅快時尚零售商 Shein 咧，亦都未獲得係中國監管部門批准喺紐約或者倫敦上市，呢個好正常。喂，即係唔會俾你亂咁係將啲撤資嗰啲乜嘢。喂，呢個呢，喂大陸呢，佢都係計算過嘅，即係啲關乎國家安全啊，或者之前咪有啲企業亂差咁樣上市啊，倒啲錢出去啊，做啲違法犯罪嘢唔出奇嘅。咁舊年呢，咁 Shein 喺邊度上市？香港咯就向香港交易所咧提交咗上市嘅初步招股嘅說明書。與此同時，咁舊年遷到新加坡嘅 AI 初創公司呢個勁啊 Manus 記得佢咪接受審查，因為佢要賣俾呢個豬仔嘛。咁咧諗住咧就係作價20億美金，咁就賣俾呢個 Meta 嘅。咁對於 Manus 嘅調查咧，其實亦都係回應中國政府嘅擔憂，因為而家咧國家咧，喂大家知道啦，其實咧佢哋認為太多企業係將啲最優秀嘅年輕嗰啲公司咧出售俾西方。嗱，啲人話咁點解啊？喂，我係想問下啦。美國會隨便咁樣話，你買乜公司俾大陸都得？唔得咯，你教嘅係嘛？梗係佢審查好正常啫，係咯，冇錯啊。嗱，咁另外咧喺獲得美國風投公司 Benchmark 大額投資之後，呢個 Manus 係突然遷往新加坡，呢個舉動咧喺中國引發咗係批評嘅。國內媒體就話呢間公司咧，喂你咁樣做咧，因為佢突然之間可能又係同阿成哥個仔一樣咯，可能又冇同上邊單一聲咯，因為你呢啲涉及國家安全嘅 AI 技術嚟噶嘛。咁所以嗱，雖然舊年中國投資係激增，但係新加坡咧仍然繼續受到係美國同埋歐洲公司嘅關注，作為佢哋向亞洲擴張嘅基礎嘅。咁當然亦都好正常啫。咁新加坡亦都吸引佢都係正嘅多元化，佢都唔係企死邊嘅。咁新加坡亦都吸引美國啦、歐洲啦、日本啦，仲有印度啦同埋東南亞，仲有中國嘅投資。咁中國喺呢個固定資產投資就最多啦，亦都保持良好嘅叫做表現嘅。咁佢哋咧仍然咧係將新加坡視為主要嘅投資地。不過咁咁睇翻咧，咁阿爺係咪放棄香港就唔係嘅。咁亦都其實個額度咧，香港投資仲係好多，而且多新加坡好多。當然亦都俾啲媒體誇大話，因為厭倦乜乜柒柒嗰啲嘢就唔關事嘅，就唔關事。同埋大家嘅叫做方向唔同嗱，咁其實大家定位唔同。喂，新加坡都幾大氣下，佢都話，之前咧好多黃媒綠媒咪話，哇你新加坡好嘢搶咗香港，佢話我哋定位唔同，我哋有唔同嘅互補啊。新加坡不嬲呢啲嘢做得好大氣，同埋講得好好噶。好啦，嗱咁簡單嚟講咧，香港就係離岸金融同埋進出中國嘅門戶，而新加坡就係出海全球同埋中立區域嘅總部。咁大家定位唔同啦。咁咧香港主要定位咧就係中國同世界嘅橋梁，咁新加坡咧就係咧全球出海嘅一個基點啊。咁香港嘅優勢係咩咧？就係離岸人民幣中心啦，同埋 IPO 籌集嘅首選啦，同內地供應鏈咧無銜對接噶嘛。因為始終新加坡都係要你知啊，咁你搭機啦，搭飛機過去啦。咁香港係如果你喺廣東省嘅話就唔使噶噃。咁當然啦，咁新加坡亦都係
點解嗰啲中企去咧？就係一個中立嘅政治環境啦，同埋廣泛嘅自由貿易協議啦，即係 FTA 啦嚇。咁亦都係資產保值咧，就避險功能都幾高下㗎。咁大陸投資香港嘅主要行業咩？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仲有咧傳統嘅貿易、房地產啦。咁新加坡優勢咩咧？就係高科技同埋新能源啊，電池同埋係車鏈啦。嗱呢啲嘢咧，即係新加坡仲係有啲製造業嘅喎。好少好少啊。係啊，但係香港嘅更加少啦嚇。咁誒，咧仲有生哦，物醫療咯、家族辦公室啦，呢啲咯，係嘛？咁係係當我睇翻2025年趨勢咧，其實香港咧就係穩守金融門戶啦，轉向係創科啦。咁但係呢樣嘢就都幾困難下啊，因為你嘅競爭對手深圳太強大。你講創科啊，互補仲好啦啊！真心講深圳嘅科技唔單止香港係，喂，深圳而家科技嚟講咧，全世界都有得排名嘅喎。啊，人才又多，淨係一咁新加個。坡就係全球化嘅身家咯。啊，你講唉，你淨係講人才嘅數量啊，已經拍馬都追唔上喎，真係。尤其是科技嗰啲喎嚇，哦，深圳係全國啲科技人才都差唔多去嘅，一係去杭州咯，咁啊嘛。係冇錯。好，咁今節嚟到呢度先啦，多謝各位，再見。